咸、脏、保密、先、在、最后。先同逐步装出来，将去出作的保密去出等的。先同逐步装出来，将去出作的保密去出等的。没做得过，先老逐步装出来，将去出作的保密去出等的。先老逐步装出来，将去出作的保密去出等的。那华语的意思呢，是说你先把抹布弄湿，再去擦桌子，最后去擦椅子。你先把抹布弄湿，再去擦桌子，最后去擦椅子。客语呢，喊你咸、脏、保密。华语的意思是先、在、最后。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抌掉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先同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抌掉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沒做得過，先撈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抌掉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先撈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抌掉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那華語的意思呢，就是說你先把垃圾分類，再拿去丟掉，最後呢要記得洗手。你先把垃圾分類，再拿去丟掉，最後呢要記得洗手。跟男士演講要用白話講咯。先囤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折合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先囤垃圾分類，將拿去折合，保密要記得洗漱。家下已經學完呢，咸、髒、保密一個句型。接下來，再用一神奇嘅短劇來實際看一個句型，按用白型來運用。阿曼老阿明哦，家下當然整個啲嘅變數按到地方，接下來佢哋要挑戰嘅就係進入橋行過海葵嘅附近。佢哋一個過程當中，又會遇到乜嘅挑戰咯？向下來看一下。等下呢，佢哋喺對話當中，佢哋會用到咸、髒、保密一個句型來說明，所以你要用白型一步一步完成任務。